節目。係各位同學早晨，咁今日咧就我哋3位老師咧就即係有個嘅藝術資訊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喎。咁我哋學校喺沙田區啦，咁你就由沙田開始出發嚇。咁咧沙田咧好近，我哋呢度咧非常之近嘅。大家咧唔知有冇去過呢個地方啦嚇？咁就係喺沙田嘅香港文化博物館喎。咁其實咧沿住呢個城門河咧，向呢個前面直行咧，即係向呢邊行，唔係向海嗰邊行。咁直行咧大概10零20分鐘咧就已經行得到㗎啦嚇。有冇同學去過啊？好好喎，OK。咁當中咧裏邊咧其實咧有啲好頂級嘅一個展覽啦嚇，咁咧都會喺裏邊舉辦，或者啲活動都係裏邊舉辦嘅。咁跟住咧，不如咧我哋請阿梁副校介紹下裏邊有咩活動啦，好唔好啊？我咧就好中意去博物館嘅，咁但係啲同學話啦，哇，去親博物館咁悶，係咪啊？淨係一嚿嚿嗰啲舊時嘅嘢，有乜好睇啫咁樣？但係其實咧，而家啲博物館咧唔係淨係呢啲嘢㗎，好多嘢睇啦。譬如大家同學咧都知道嘅，係咪啊？都聽過嘅金庸啦，哇，又有麥嘅淋漓啦嚇，呢啲咩嚟嘅咧？就係話樣係啲水墨畫嚟㗎嚇。咁我話又有咩啊？又有一啲香港前行型格系列喎。咁凡此種種咧，唔好再覺得咧博物館係好老土嘅嚇。其實好多新嘢睇嘅。以我所知咧，而家仲有咧就講緊李小龍啦，又講緊黃霑啦。咁我啲同學話：咦，咁入到去仲有咩嘢㗎？咁樣除咗咧好多一啲嘅珍品我哋見到之外咧，亦都見到我哋香港嘅文化啦。咁凡此種種都係咧令到大家咧眼界大開嘅嚇。係好啊，唔該晒梁副校啊。咁跟住咧，其實我哋行遠啲咧，行出去咧，尖沙咀咧就有一個叫做香港藝術館啦。咁同學有冇去過啊？咦，有喎嚇，都有少數同學去過。咁但係高年班同學可能會去得多啦，因為咧我哋高年班咧每年咧都會去參觀嘅嚇。咁喺香港呢個藝術館裏邊咧，當中咧亦都好多嘅常設館啦嚇，即係話咧經常全年都喺度展覽嘅，包括咧係有吳冠中嘅作品啦嚇。咁吳冠中咧係一個嘅中國嘅藝術家啦嚇。咁佢咧至少咧對中國畫咧非常之認識嘅。咁當中入裏邊咧都有好多展覽嘅。咁我請Miss Tan 咧幫我哋介紹一下好唔好啊？咁佢Miss Tan 咧對呢個嘅香港藝術館咧都好有一啲嘅即係經驗啊，想分享一下。唔該晒 Miss Tan。各位早晨啊！咁咧，因為咧，我近幾年咧就對得阿 Miss 姐多啲咧，咁啊發覺咧，除咗呢個網絡嘅世界咧，就真係我哋要知道多啲之外咧，原來藝術世界咧都係有好多嘅嘢咧，我哋係需要去咧就係探究嘅。咁佢咧就介紹咗一個咧比較上近啲我哋嘅咧，就喺沙田唔係尖沙咀啦。咁嘅藝術博物館裏邊咧，咁我就發覺裏邊咧有好多嘅展覽，而其中一個咧比較上有興趣咧，叫做感知之為萬物與我自的多重探索。咁咧佢就有啲裝啲藝術同埋有一啲嘅比較上時代感啲嘅。咁咧佢又咁好彩咧，就係聽日先開始咧就做展覽嘅喎。咁所以咧就正好咧就係趁呢個假期咧去嘗試去咧就開始下呢一個藝術探索之旅啦。咁希望咧就到時咧喺呢一個嘅藝術館裏邊咧係有機會見到下低台下嘅同學咯喎。而家就將個咪交翻俾阿 Miss 姐先。唔該晒 Miss Tan 嚇，咁啊 Miss Tan 咧真係注意到當中一啲節目啊，因為其實咧藝術館裏邊好多展覽嘅嚇，咁咧啱啱咪 Miss Tan 講完一個香港藝術館啦，咁其實我哋再行遠啲都喺附近嘅咋嚇，咁就會見到咧而家比較新嘅啦嚇，近年嘅係 M+ 嘅當代視覺藝術文化博物館啦，咁呢一個咧就係香港喺政府裏邊亦都好近年咧係好着重嘅一個地方嚇，好多嘅國際級嘅展覽都擺咗喺裏邊啦，咁而咧我哋嘅藝術科嘅同學咧都常去呢度睇唔同嘅展覽，咁亦都好多當代嘅藝術嚇，即係唔係啲傳統嘅藝術啦嚇。咁呢個地方都近嘅。咁而家咧亦都有個係同我哋香港好有關係嘅一個人物嘅一個回顧展喺裏邊嚇。咁呢個就係貝聿銘先生啊嚇。咁佢咧就係好多嘅設計啦，係喺環球裏邊都出現嘅，即係一個世界級嘅一個設計大師嚇。咁啊巴黎有佢嘅設計作品啦，日本都有啦，喺香港都有個嘅一個中銀喺度嚇。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行入 M+
加咧就會認識得更加多嚇，開闊我哋眼界啦嚇。咁除咗你參觀之外咧，其實咧我哋咧仲可以做一個參與者嘅喎。咁我就係可以點樣咧？咁我哋就有個網站咧，我就會可以介紹下同學認識呢個地方。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由藝術發展局咧推行嘅一個校園藝術大使計劃嚇。咁而其實咧就已經係由08年開始㗎啦。咁每年咧都請每間學校咧係可以推薦兩位學生咧係代表學校。咁佢咧係參加呢個計劃，咁參加呢個計劃咧就可以認識咧一個嘅機構裏邊指定嘅一啲嘅核心嘅活動啦，然後咧就好多嘅其他活動咧就包括多元化嘅嚇，即係唔係淨係講即係視覺藝術，咁其實係舞蹈啊、音樂啊、話劇啊裏邊呢個計劃都包含嘅嚇，咁所以咧係政府係投放咗好多嘅資源啦，俾同學去參與嘅，咁所以咧我哋同學校咧亦都有兩位同學係去年參加咗呢個計劃喎，咁咧兩位同學咧我就包括咧就係都係高年班嘅同學嚇，咁就無限邊級嘅。不過舊年咧就有兩位同學係高年班嘅，中六嘅同學咧包括咧係羅嘉琪啦，同埋咧黃思琪啦。我請兩位同學出嚟分享下佢參加完咗之後個感受啊，好唔好啊？好，咁有羅嘉琪同學，咁你參加完咗呢個藝術大使嘅計劃啦嚇，咁你有個咩感受啊？咁我參加呢個藝術大使嘅活動啦，曾經透過參與社會藝術幾類型嘅活動同埋工作坊，令我激發咗新嘅創意同埋靈感啦，令自己喺藝術創作上有新嘅突破。係，唔該晒嚇，一個好重要嘅新嘅突破，因為佢係一個視覺藝術嘅同學啦，咁要創作上面咧都多啲唔同嘅思維啊。咁阿思琪你咧個感受係點啊？我覺得參加呢個活動打破咗我對藝術嘅認知啦，同埋喺呢個活動入邊，我學識咗團隊溝通啦，同埋作為設計師要學識思考唔同嘅方面，同埋跳出唔同嘅框架。我覺得喺不同嘅方面都要跳出框架去勇敢嘗試。好多謝你嘅分享嚇，咁咧原來咧就係參加完個計劃之後咧，佢係除咗咧係嗰個嘅即係認識咗當中嘅活動一啲主要嘅即係媒介之外咧，咁原來咧對佢創作咧係有好大嘅一個嘅啟發嚇。咁咧因為兩位同學咧完成咗呢個任務啦，咁於是咧喺藝術發展局咧係都會有個嘉許狀咧係頒發俾兩位同學㗎。咁我今日咧好高興啊，邀請到咧阿 Miss 梁啦同陳副校咧係幫你頒發呢個嘉許狀俾兩位同學嘅。好，唔該啊，兩位副校。好，我影張相先嚇。唔該晒 Miss Tan， 唔該晒 Miss Tan。好，恭喜晒兩位同學啊！多謝兩位副校。咁所以同學咧都可以咧自己上網啦嚇，係去睇翻多啲嘅關於藝術嘅資訊嚇。咁接住落嚟，我今日分享就差唔多啦，但係咧我有個問題喎嚇，咁請阿梁副校嚇。好啦嗱，哇！今日咧我都好開心喎，見到啲同學咧真係好專心，咁所以咧我都會準備啲禮物啦嚇，咁考驗下咧究竟頭先咧係咪真係咁留心聽我哋嘅講解啦，係咪啊？同埋係咪真係樂在其中嘅？好啦，問題一，想問下啦，頭先我哋介紹過乜嘢嘅邊有講？我哋頭先介紹過邊幾個館啊？哦 ，Rosie， 你答啦。得啦，夠啦，夠啦。你答啦。尖沙咀嗰個叫乜嘢啊？香港乜嘢啊？同藝術有關嘅喎，咁係乜嘢啊？香港藝術乜嘢啊？係啦，係啦，得嚇。好啦，仲有一笪地方喎嚇，咁你答啦。M 㗎，係啊。好啦嗱，仲有兩條問題喎，我都想仲問下你同學添。我都未問你就舉手啦咁樣。咁我想問下啦嗱，最後咧，其實到你哋高年班嗰陣時咧，我哋咧有一個叫做其他學習經歷嘅堂嘅，就係讓大家咧更加沉浸喺藝術當中。其實我哋都希望大家咧最後
第一都自己有呢個藝術嘅經驗啦。第二，我哋都希望你哋能夠學識欣賞藝術，其實周圍都係藝術，大家咧要學識欣賞咯喎。第三，你話我唔係好叻藝術喎，起碼咧我都希望你哋能夠學識咧尊重藝術聽到咯喎，就係話沉浸喺藝術裏面啦，欣賞藝術啦，同埋尊重藝術。好啦，問題嚟啦。咁我哋其實將來你哋會有一個其他學習經歷嘅堂，我哋希望你得到啲乜嘢啊？喺藝術方面能夠做到啲乜嘢啊？啟發到係咪啊？咁好好嚇。仲有呢？你答啦。尊重藝術非常之好嚇。好啦，嗱，今日咧我哋嘅分享咧到而家咯噃，咁希望大家咧喺呢個假期裏面，除咗咧努力讀書之外，最重要咧嗱，大家出去咧探索一下你哋嘅周圍嘅博物館啦，同埋一啲嘅藝術館。多謝大家嚇。好，今個早上咧係多謝3位老師啦，同埋2位同學嘅分享。咁以下咧，阿李 Sir 咧會有啲有關於聽日嘅事項咧係要提醒同學嘅嚇。可樂聽同樂心啦。嗱，聽日我哋嘅返學時間係8點半。除咗參與表演或者一啲學生工作人員按照負責老師嘅安排提早返嚟之外咧，其他同學因為我哋門口咧會有訓導老師啦，同埋其他組別嘅老師咧會檢查大家嘅服飾，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同學唔好早過答疑返，即係話唔好早。